来底要过年呀，高雄凤山有里长申请所在，互民众结大型的工具。结果，这个凤山国中周边的大路这个点，互结甲亲像粪扫山同款。除了大型的家具，也有家用的粪扫，甚至有不少的业者为着要省载运的费用，趁机会共结营业用的废弃物，害清洁队员活要忝死。高雄凤山国中外，半车道拢去互粪扫占去，有红仔机台、面床、柜啊、甲桌椅等等，也有一包一包，亲像是家用粪扫藏伫内底。大家分工合作，另外一边有人使队员斗相共分类，看到这个画面，互因是直直害头，因为都爱用更较济时间来清温。是很混乱，因为它那个都推到外面来了嘛，那对那个交通也会有影响啦。比较没有公德心的人会丢厨余类垃圾在那边，除了造成恶臭以外，还会有细菌。介侪别里的里面拢搞我起来，阮是别里蛋。因应春节年底大表扫，高雄凤山区有里长伫凤山高中的偏门申请暂时放大型家具的所在，民众会当伫初7甲初8这2天内等。也毋过有人敢若是贪方便，几百公尺的粪扫内底竟然出现应运用的假尸。从早上到那个下午下班这样，因为收完之后也是要去倒，有人拍到说就是车子有开车来丢，一整年不可能等到一个过年才丢吧。旧年前的国家清洁周，敢若开放民众等家用废弃物，也毋过敢若有不少业者想要趁机会省钱，利用这段时间凊彩等应运用的废弃物。因为即摆委托民间来清分，3栋5的货车都要3000到1万不等，5栋的货车当然更较贵。查获弃置废弃物者，将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1200元至6000元罚款。虽然环保局会甲因开单，也毋过这张罚单上悬6000，可能比清运费更较少，莫怪会出现乱象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